아이 턴 뭐가 없어 회민 배는 거. 예배 회민 거.前3회민이 완전 정상 난리是배는 거. 这没。能这么一句，我们这里可能老人能这么传说呀。传说着，现在这么整过。我们这个地方是就这个我们前面那这个后帮那有几家子回民啊，就这个山上。这选这30家，这里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就是下口线，我们就这个一直当上来是就这个前河里边上是这么一个回民啊，添加带上去就是回民。添加过去是都回民。那个大致说你是前3个回民证上来就看嘛。那个领队也没去到过呢。上面以前是他们这个大致上办个回民占了，占了这个二房老爷说这经发好啊，挣这个短生活一呗。等着这家。二房老爷是啊，你们的吧也。周家的。大致庄呢。周家的。周家的。短生活挣4辈子了，4、5辈子了。这么这回这饺子里中这脱色了这年多啊就吹着就得回民的了苗生还难为给了的你们个老爷经济上你做这个活的嘛接他当嘛这7天的工人做的他妈一算打着都房子他开了牛药是开了人是开了搬了个金杯去过那个老爷都佛爷长还有里边到那个干下人这他是做的那个一说打过了他们干过了其实还有一套你都是前3名的干土司我们都是他是你的我们是土是这个河南面过去干土司说的话嘛好的你看阿姨他你根本你不是前3你个土司嘛是我们土司没有我们换个多些的人呗换个多些多些的没我们姓没有杨德的那也换挖狗多些科研狗科研狗科研狗是金子出的呗科研狗多些这是阿姨他都新呀这个也新的证明呗那你别帮吧没有新多倍数我们有多家嘛一多花2多花那个多字这这么是我们3天出来认识上小不带小不带上新没有在我们的3、9月6、腊月的新没有为家们的小布车我们在那个这啥有他那空给他是打人的火葬嘛是土葬火葬也有的大葬也有的我们大葬我这是这个办事人办事都是老人都是都大葬的去给的了不是人家觉得么火葬越吃死的这个是一个火葬也有的大葬也买的随心搁的是阿姨他那个么个都不是个信仰嘛多西瓜信多嘛西瓜一瓜信多这一个人信仰嘛这有个姓张姓孟姓王姓宋这么就你这个嘛他是姓多你那个多呀这是这个上面不是这个咱们列的更远我们这吧前期没有本来是姓没有原来是上面跟字姓没有这种的水这么老人后来那还叫Then I think everything is